右手邊咁多位，真係好開心今日，我衷心向大家咧，我想高一個功。希望觀眾係即係感受到，因為台前幕後啦，家輝啊、華哥啊，即係 Janice Man， 大家真係付出好多努力喺呢個電影嗰度。首先多謝大家先啦，即係《大追捕》喺由上映嘅第一天到現在嗰個成績都係令到我哋整個團隊好鼓舞嘅。喺每日我收到大家咁多嘅支持啊，票房上嘅進帳啊，咁因為我唔喺香港啦，咁其實我自己喺外地嘅時候咧，收到呢啲報價表咧，咁自己就個心就好開心啦，但係又唔可以話周圍話俾人聽，好似好驕傲咁樣啦。我屈埋喺自己嘅心度，有陣時都有個鏡度笑下，或者跳兩下舞啊咁樣。多謝大家嘅支持，多謝大家支持香港電影，多謝。拍戲咁耐啦，都幾廿年，咁始終都係我個100%鍾意港產片嘅人。咁首先拍港產片咧係我一個首先決嘅條件。有機會嘅話咧，我一定會拍港產片，因為我生喺香港，長喺香港，咁對香港所有嘅文化或者係以前到而家嘅嘢都好熟悉。一部咁成功嘅電影當然有好多因素嘅，出色嘅演員啦。咁台前幕後啦，咁作為演員，我自己有份參與呢一套電影咧，我自己覺得好榮幸同埋好開心，同埋每日咧喺個電腦度對住嗰個微博咧，睇到啲宣傳部嘅人員咧，每日 po 上去嗰啲票房嗰啲咁嘅成績咧，真係好似佢咁樣自己對住個鏡都笑嘅，真係好開心嘅。咁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港產片啦，係啦。今次有咁好嘅成績，其實係真係要好多謝呢一個咁好嘅班底啦、導演啦、編劇啦、好好嘅對手啦，可以俾我學習啦。咁作為一個電影圈嘅新人嘅我啦，其實我係真係好開心可以俾我接咗一個咁有 quality 嘅電影。右手邊4位，多謝你哋啊 ！Thank you， thank you。嚟，揾人開咯，得唔得？好。一支，好啊，嚟，企埋少少咁啊！望一望右手邊，唔該。右邊啦。嚟，等我吹蠟燭先。謝謝。你睇咗嗎？我哋即刻收咗我先啦，要。嚟，OK，thank you。唔該曬大家。加咗聲啊！好啊，導演。好喎，呢邊多位喺度都 OK，係啊。好，中間我一張啊，各位中間。好細聲。OK，thank you。你哋飲酒香檳啊？係啊，呢度信號收得唔係幾好啊。搞掂。好，唔該曬。唔該曬各位。